巴黎奥运，咱台湾时间半暝点半开幕，咱代表队坐第74只船啊。不过，几多点钟之前，法国的高铁所发生起互放火事件，开比红台扫台湾，代替冲管线新营到嘉义，北回线何人到中德暂时拢未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这巴黎奥运伫咧咱台湾的时间，等下半暝点半就要开幕啊。不过这几多点钟之前，法国往首都地区的3条高铁路线却是去互放火攻击，造成这法国境内往回英国伦敦，抑佫有比利时的铁路运输严重断暂，80万人受到影响。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巴黎这个车头大厅人是客甲10统统。因拢是行程受到影响的旅客，等咧等铁路公司的通知。法国的铁路营运商是表示，去互攻击的铁路目前是等咧抢修当中，上无就要等到拜一才会当恢复通车。法国的体育部长甲官员拢认为讲，这是一场雕工发动的攻击，不过甲奥运敢有关系，警方也咧调查。差不多搁2点半钟，巴黎奥运就要开幕啊！会伫咧咱台湾时间半暝点半的时阵正式开始。公司3台会专程为大家转播。这回开幕典礼会办伫咧巴黎出名的塞纳河。咱即阵下骹看到这张相片是当初是设计单位想要呈现互大家看到的效果，大家会当期待看卖。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办伫咧室外。而且这回各国的选手，唔是亲像过去共款设运动艇一连入场，是亲像安尼坐船游河入场，这嘛是打破过去的纪录。也若讲到这，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咱优秀的台湾代表团当时的入场咧。这回咱是安排坐伫咧第74只船啊。而且会由最后一届参加奥运的台湾羽毛球球后戴资颖，甲头一届参加奥运的霹雳舞国手孙静做咱的奖旗官，希望呈现世代交替，会当继续拼到好成绩。塞纳河边的观众席有志工伫检查，开幕式选手要用的船，毛员工咧做最后的拼扫。距离巴黎奥运开幕只剩几点钟，开幕式的会场内面甲外口拢咧做最后的安检甲准备工作。幕后伫咧外口围观的民众是真欢喜。Ah, la préparation pour les Jeux Olympiques, c'était bien, c'était long, mais on avait hâte d'avoir les Jeux Olympiques à Paris. Et particularité, c'est que moi, je suis relayeur de la flamme olympique. Donc j'avais hâte de l'événement, voir Paris qui change, voir qu'on accueille le monde, c'est vraiment très positif. 开幕式会伫当地暗时7点半，嘛是台湾时间日出饭点1点半开始。估计有超过30万名的观众伫岸边欣赏表演，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IOC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昂阿姆、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还有波兰总统杜达等等80多名国家元首甲贵宾，拢陆续飞到法国。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甲夫人共同接待为全球来的贵宾，参加 IOC 主办的开幕晚宴。另外一方面，所有80多个环境甲社会团体联名组织，差不多300名抗议人士组织伫巴黎共和广场，不满办奥运和交通起价、破坏生态环境，甲政府处理既有的方式，佮互以色列运动员参加比赛。We all agree that the Olympics, especially those Olympics, are a problem and shouldn't have happened and should still be cancelled. Because the price that we paid for those Olympics, and not just the financial price, but also the social price, the ecological price, the price on our liberty is not a price that we should have paid. 对了民众的示威抗议，路易威登基金会主席晚会嘛办伫开幕式前一暗，并包括 NBA 球星詹皇詹姆斯、棒球明星乔科维奇、饶舌歌手史努比狗狗、好莱坞明星莎莉塞隆甲有名时尚人士组织，替奥运的男兵代表队甲其他有需要运动员募集资金。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小等的开幕的时阵，咱会当看到真侪新世代优秀的运动员。即阵咱先来看法国目前上届这回前奥运金牌得主，今年已经100岁的科斯特，伊是1948年伦敦奥运自行车团体赛冠军。这回是要为着巴黎奥运来团盛会，真使人感动。编出一大本黄黄大报纸，法国百岁真水科斯特讲起当年勇，摕到1948伦敦奥运脚踏车团体对着赛金牌，目睭金死死。
迄一年，伊才24岁被选做队长，甲其他3队友斗阵去伦敦为国争光。因伫准决赛时真无简单拍败地主英国队，后来伫决赛互意大利超前，最后快马加鞭摕到冠军。毋过4个人千辛万苦徛起哩颁奖台时阵，煞只看到奖牌，迟迟听无报送的法国国歌。 Et ensuite, nous avons attendu un peu, et au bout d'un moment, on nous a dit vous n'entendrez pas la Marseillaise, on n'a pas trouvé le disque. Voilà. Un peu déçu, mais enfin, nous, notre but, c'était la médaille d'or. 伊迄时阵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对无放送法国国歌一直藏伫心内。毋过，因原本囡仔时代梦对伊来讲已经无遗憾。Ma mère disait que vers 12 ans, je disais que je serais général ou champion olympique. Voilà, j'ai préféré choisir champion olympique. Et donc, voilà, j'étais le plus heureux des coureurs à ce moment-là. Je vous montre ma médaille d'or, voilà. 真海脚踏车运动科斯特14人得奖真济，2年前佫得到法国上悬荣誉勋章。今年巴黎奥运伊会去，会用法国在世年岁上大的奥运银牌得主身份参加盛会团队进步。目前伊唯一烦恼是家己脚踏夫无好，活动可能受限。毋过伊依然强调会全力以赴完成14人上大的前行。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 刷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咱代表团伫咧巴黎生活。体育署甲国训中心照顾咧伫咧巴黎式料理公寓，这内底出的菜拢是台湾味，亲像是牛肉面、马术饭有烘烟前等等。毋过这钱的物件，比赛进前选手是袂当食的。所以讲，柔道国手杨永伟就已经注文讲，比赛了后要来遮食咸酥鸡，奖励家己。 现前的咸酥鸡100项100条的灌肠，先10公务的2个总破赛，早起就开始伫煮食。奥会主席林宏都、国训中心执行长景永堂、教育部长陈永尧一行人来视察。陈永尧现食咸酥鸡是真好乐，十足的家乡的味道，这是可以给他们赛后有一个小确幸，就是胜利的一个迎接胜利。 赛后的一个奖赏物哈。选手要控制体重，赛前袂使食油钱的，也毋过包含杨永伟在内，真侪选手已经有约。比赛了后要来慰劳家己，另外遮也有真侪种用小就使食的台湾味。虽然选手村有米其林料理，19号即阵已经出产400人次，原本有比1000份要来追加。侨胞会提供包啊肉粽，而且若有得奖牌，会再增加。 只要有奖牌，都要送一只乳猪进来，会准备包子啦、肉粽啦、饺子啦，这一些部分啦，他们也愿意来供应，来补充我们这个选手的需求。团本报告，现实公务伫选手村不离近，正伫了解安怎来符合规定，互一寡食材会使入来选手村，简单用小就使食，就也伫咧解决一寡关键的作业问题。 后勤的全力支援，互选手会使食好、住好、困好，全力来备战。也若过几点钟的重头戏，就是巴黎奥运的开幕式。台湾会有羽球的领头人戴资颖，也佫有霹雳舞的领头者孙进来做蒋继官。记者巴黎采访报道。 转来关心凯美风台灾情，这回东灾区伫咧中南部，亲像高雄甲台南的灾情拢真严重。 总统赖清德建议就去高雄勘灾，伊表示，这回南部的雨水量是比莫拉克风台时阵搁较济，而且搁撞到大楼，所以讲会甲各部会检讨防大水的设施。规条车路因甲变水路，水也直接灌入去店头内底。这是巨高美龙启动起来崩化了后的情形，积水来到大人的骹目。若规条中正路地势较低的所在，水是淹到大人的腰遐尼悬。 美浓这条中正路是当地上闹热的所在，但是今仔日会当看到全部的人拢无做生理，因为拢咧拼厝内。早日溪水涨起来了后，规个甲规条道路淹到上悬有到成人的腰部。为拯救这拼到早起，居民无用甲浸水的家具粪扫拢拼出来。采管行洗几若摆，也是洗袂清气，这卡片全部拢浸水啊！右便利店的货架冰厨是倒了了，物件拢落伫涂骹，连要行嘛无骹路。到这，这上面无收到，就要回去啊。就是从那个
斑马线，然后到那一边美容那个农会那边，全部都是。高雄做大水，总统赖清德一透早就来到美浓区视察。头一站先来看美浓桥，因为溪水涨起来，当地积水是淹甲人的腰遐尼悬。淹水50公分以上的民众，每一户补助2万块钱。那50公分以下的中低户，加码就到1万块钱。这超越了在2010年重创高雄的把那比台风的867毫米。看完排水设施，刷落来去果子园了解农损状况。总统表示，这届累积雨量超过500级风台，不管对倒一个县市拢是负担。佮拄当是年度的大涝造成淹水，不过美浓区积水深度和过去比起来有较低，这也代表这几年为着治水开的预算有功效。政府会继续来检讨防灾治水的设施，卖提供受灾的民众相关的补贴。若针对这届洪灾不幸过往的人，总统嘛感觉真遗憾。记者王周婷、陈显坤高雄报道。交通方面，目前台铁畅管线新营到嘉义、北回线河仁到中竹之间的路线暂时拢未通。也若是这河仁到中竹之间的小清水溪桥，地基去互土石冲去，恐惊是要5个月才修理好。好天，大型工具机出动，甲砍伫铁轨路顶悬的土沙慢慢卡走，代替河仁到中地中间真侪铁轨路拢去互放落来的土石砍去，双向路线未通。新河仁泵坑口也叫大石头挡掉的。前2天伫大雨留守的导办人员，除了因为风雨调伫现场，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差一点去互放落来的土石甲瓦台。当时我们是在河仁部落时的现场，风雨太大。无法离开，消防队救援让我们离开没几个小时就坍方了。画面一个公开引起各界议论。员工私底下讲，现场的人员拢真有责任配合台面抢修，不过毋能危险津贴少，调伫内底阁无人斗相共，真无奈。交通部长李明安下晡到花莲视察铁路灾情，搁再要求台铁一定要确保伫安全无问题的情况下进行抢修。台铁在管理上。在相关的制度上，还是要检讨改进。那务必以同仁的安全，还有对同仁的照顾，要做最优先的这个考量。台铁公司表示，目前包含畅管线北江溪桥，因为路基冲蚀，地势新营到嘉义路线中段，一定8月初会畅通。北回线的河仁到中地，由顾问公司甲专业技师进行安全评估。一定7月29畅通东线、单线双向运行，因应东部市内需求，航港局宣布启动海运闭湾，为2月开始连续3天调派新台马轮由苏澳港往回花莲港。苏澳往花莲是28号早上8点开航，有需要的民众呢要提早1个半钟头之前来报到。因为旅客登船或是交付车辆，这个是有需要作业时间的。2月早起8点开始，民众就当利用航港局官方的 LINE 预约。航港局是讲，这届因应灾害应变，海运闭湾服务拢无收钱，计划时间会看铁公路修复情形，随时检讨。若是有需要延长，再搁协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推出头一底竞选广告，主张选择的自由。也若是川普副手范斯，过去是要批评亲像贺锦丽这款无生囝的女性无资格治国，这款言论就引起批评。We choose freedom。贺锦丽2月发表头一支总统竞选的广告，旋律是伊配的，用 Beyonce 歌曲《自由》做背景的音乐，甲选战描述做捍卫美国个人自由的战斗。The freedom not just to get by, but get ahead. The freedom to be safe from gun violence.The freedom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your own body. We choose a future where no child lives in poverty, where we can all afford health care, where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最近路透社甲《纽约时报》等等的民调显示，贺锦丽甲川普的支持度已经扭啊到5差的范围内，几个关键州嘛愈弱愈弱。伊讲伊已经准备好势，9月初10要甲川普辩论。2月贺锦丽去德州 Houston， 去1礼拜头一个正式宣布要甲伊支持的工会。也就是美国教师联盟 AFT 发表演说。They have the nerve to tell teachers to strap on a gun in the classroom, while they refuse to pass common sense gun safety laws. So we want to ban assault weapons, and they want to ban books. Can you imagine?
川普的副手，也就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范斯，3年前捌批评民主党内底一堆像何金丽这种无生囡仔、生活凄惨饲鸟的老查某，讲因无资格治理国家或者是管理大公司。这种老古板、讲歧视的言论引发争议。查某名称珍妮佛·安妮斯顿，之前为着要有一个囡仔是真辛苦。伊随伫 Instagram 表示，伊讲伊唔敢相信讲有可能会做美国副总统的人，这种话伊讲会出嘴，而且佫写讲。范斯，我希望有一天，恁查某囝真好运，会当自然就有心。希望伊无需要靠人工诚实才会有囡仔，因为你即马讲即个话，袂输是咧造业，互子孙来担。何金丽几啊届为爆料斯坦的人民发声，二五伊嘛伫咧白宫，甲来拜访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要求赶紧完成拜登总统推动的停火协议。会后伊嘛讲，加沙人民当咧受苦难，伊袂激点点。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昨日头一届伫咧阿拉斯加附近的空域查到罗西亚甲中国的轰炸机。不过，这2个军方拢表示，这场空中联合巡逻无针对任何国家。两台俄罗斯的 Tu-95战略轰炸机甲中国的轰六战略轰炸机，日时头一届伫俄国远东甲白令海天顶进行联合巡逻，地点挖近美国阿拉斯加州。美国甲加拿大共同组成的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表示，美加战机有哪查到轰炸机，拢伫国际的空域，所以无甲当作威胁对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5伫国防大楼的记者会表示，美方对这件代志无意外，因为中俄两国常常进行这种的测试。We see activity in the north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and we are always at the ready to address that activity.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ve seen these two countries fly together like that. They didn't enter our airspace. I think the closest point of approach was about 200 miles off of our coast. So, but this is a thing that we track very closely. We're able to intercept. And 不过，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穆考斯基甲这件事件形容是对手较早毋捌有的挑战。佮讲这是中国头一届互人哪查到做伙行动。中俄两国军方讲这是联合巡逻行动，无针对任何第三方。中国佮讲，这场巡逻甲目前国际也是区域局势拢无关系。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国际社会制裁以来，莫斯科甲北京的关系就变得愈来愈密切。7月初，两国早拄结束伫太平洋第4场海军联合巡逻。北约组织华府国防会的联合宣言讲，中国伫乌俄战争有决定性的角色，并呼吁北京对俄罗斯的战争行动停止物质加政治的支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时伫广州甲来访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晤了后，25个借由东协加1、东协加3外长会议，伫辽国的首都万象甲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见面，就重大议题交换意见。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拉丁美洲毒品的问题真严重。这阵海洋生物学家竟然发现讲，一款近海小型鲨鱼，伊的筋肉甲肝脏内底竟然嘛有大量古柯碱的成分。克鲁兹基金会专家是伫2021年9月到2023年8月2年中间，以里约热内卢近海真济范围，掠30多种海洋生物真济研究，包含13只体型较细只的车基器鲨鱼。Então, nós analisamos 13 indivíduos, machos e fêmeas, 10 fêmeas, né, 5 grávidas e 5 não grávidas, e 3 machos para verificar a presença da cocaína. 研究发现，这鲨鱼体内古柯碱毒品集中伫肌肉组织甲肝脏内底，也那肌肉组织的古柯碱含量是特别高。当时伫所有被检出的古柯碱的海洋动物内底，这车基器鲨鱼的毒品含量是上高的。Na verdade, esses animais estão extremamente contaminados, né? Isso não é nenhuma surpresa, né? Isso é até esperado pelo hábito de vida dos animais. Eles são carnívoros e tal, estão expostos à poluição costeira. 研究人员指出，过去就调查发现，里约当地水资源出现古柯碱污染的情形。这摆发现所以重要，是因为鲨鱼伫海洋的食物链内底是上顶面的，吸收古柯碱的来源除了海水，真可能也包含其他水中的生物。和鲨鱼食落腹了后，毒品的成分伫体内累积。研究团队选来方向是扩大检验里约近海海水样本，并且收集更加多海洋生物，来了解毒品污染的范围，进一步了解古柯碱污染对海洋生态危害。另外，这未到市场内底鱼啊，是不是会互民众无意中来食到毒品，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咯。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再会。